预备一个环境。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给蔡维明牧师。喂，各位亲爱的兄弟姐妹，大家平安。我习惯在下面讲道，就好像我在上课的时候，我不会一直站在台上，因为我的口袋里面有我的手机，所以边走边计算步数，所以讲道完了，我也走了2000步，这是一减几个我在博士班的时候，曾经担任辅仁大学长青团契的辅导。那有一次，有一次是我主理，我就把这些学弟妹带到了观音山的山顶。有爬过观音山吗？好像林牧师那个林牧师有爬过吧？好像是有啊。那从那里可以看到三重、新庄跟泰山的夜景。我就问他们说：“你们看到了什么？”有人说：“哇，充满了光明，那里商业繁盛，有许多的商机。”我想请教各位，什么系的人会讲这个话？经济系差不多，她是那个气管系的学妹。她说：“这里面商业繁盛，可以看到商机。”那有一个男生就说：“哇，好浪漫的美景，看了不仅要吟一首诗。”什么系的？中文系的。我就拜托不要吟诗，一吟整个气氛就破坏掉了。那也有人说，在这里面看到人的文明、人类进步的足迹，我想都不用想，一定是我的学弟我是哲学系的我的哲学系的学弟他讲的。那有人就用鼻子说：“哼，你们只看到那里充满了光明，你们没有看到在旁边黑暗的地方一定有很多罪恶，有人在作奸犯科。”请问是什么系的？法律系的。各位，同样从山上看的景色，不一样的心，不一样的专业，看到的是不一样的部分。我相信各位你们都听过孟母3000的故事吧，对不对？一开始孟子他的妈妈让他住在坟墓旁边，结果呢，他就去考那个丙级丧礼证照。他说：“不行，不能考那个东西，赶快把它改到哪边？改到了市场。结果在市场那边就跟着人在叫卖，来哦，一斤葱卖那个送1斤牛肉哦。他说也不行，所以就把他带到哪边？后来就住在了学校，也就是私塾旁边。那我相信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一个人的人格养成，他的社会习惯跟价值观，都跟他的生长环境有关。各位，在圣经的记载里面，耶和华也扮演过孟母的角色。在创世纪12章，耶和华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乌尔，也就是两河流域乌尔的他的父家，要他前往迦南地。所以75岁的他往北走到了叙利亚，然后再往南走到了就是肥沃月湾，往北往南走到了迦南地，然后再往南走到那个埃及，在埃及骗了法老王之后又回来了。那个上帝要他离开他父的家，是为了叫他离开拜偶像的环境，进入耶和华上帝为他所预备信靠神的环境。各位，你们也都听过摩西的故事吧？在出埃及记第2章里面，摩西被法老的女儿，就是公主，从尼罗河捡起来之后，他安排米利暗，就是他的姐姐，摩西的姐姐，有智慧的介绍他的母亲当奶妈。上帝这样安排，是要让摩西在皇宫里面有好的学术跟领导教育，同时也让他透过他妈妈当奶妈的角色，奠定幼小心灵中的宗教教育，跟不要忘记他本身是希伯来人这样子的一个思想，是预备让摩西成为带领以色列人、拯救以色列人民族救星的环境。17世纪，英国女王血腥玛丽她大大的来迫害
改革中的信徒，所以一群清教徒为了寻求好的信仰环境，他到不顾风险，从荷兰，他不是从英国，他们先到荷兰，从荷兰搭5月花号，其实本来有3艘船，成了2艘，1艘才到达普利茅兹港，而且还走错路呢。然后在那个地方遭受那么大的苦难，寻求可以自由敬拜。这些例子都在说明人如何预备一个良好的环境，在努力。今天牧师的主题开始烧声了哈。今天牧师的主题是预备一个环境。身为基督徒，我们应该为自己跟我们的下一代来预备一个灵性造就的环境。所以借着今天2处的圣经节里面，牧师期待跟大家一起来思考，我们应该营造怎么样的环境，该如何来营造。首先我们来看今天养琴姐养琴姐她为我们念的圣经节，第一处旧约诗篇33篇12到20节。在12节说，以耶和华为上帝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然后呢，第18节说，耶和华的眼光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要救他们脱离死亡，让他们在饥荒中存活。诗人也就是作者在这里面感谢上帝垂听他们的请求，让他们脱离外邦人的手。这是个感恩的诗歌，他们刚从外邦人的手被拯救回来，强调他们的平安不在他们本身的 power， 而在于他们是敬畏神的人。所以首先我们要预备什么样的环境？我们要预备个有福气的环境，是以耶和华为上帝的国度。各位，什么叫做以耶和华为上帝的国度？就是以耶和华的真理跟教训作为我们生活标准的所在。换句话说，就是常说的降服神的主权，降服上帝的主权。诗篇的作者说，上帝从天看人一切的居民，看人一切的作为，所以以耶和华为上帝的国度，有神的公平正义，能够建立爱与神圣的共同体。所有的强权、特权跟专权不能存在这个国度，也不能污染这个国度。唯有用信心仰望耶和华，献身来荣耀上帝的，他们将得到神的祝福，领受神的恩典。各位，请问你们有没有期待我们所爱的淡水长老教会成为耶和华的国度？有没有？那我们就必须努力，让我们的教会成为降服上帝主权的所在。也就是所有我们的兄弟姐妹必须彼此勉励，在教会里面行公义的事，说怜悯的话。我们彼此之间的交通，我们彼此之间的互动，就是要以公义、怜悯作为我们一切的基础。我们如果要让我们的淡水不是只是大家来这边拍照，来这边来游览，我们要让淡水成为有福的城市，就必须努力让淡水成为以耶和华为上帝的国度，也就是要让耶和华的公平正义，让上帝的慈爱运行在这个城市上面。为什么我们的总会一再呼吁我们必须关心政治不公义、社会不公平的现象？真的大家吃饱闲闲没事干吗？不是，是因为我们要让我们的土地成为以耶和华为上帝的国度，我们要为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活在一个有福气、以上帝为主的一个环境。其次，我们之所以可以被称为神所拣选的产业，是因为我们敬畏耶和华，仰望他的慈爱。各位，产业这个字，它的原文在希伯来文里面，那个希伯来原文里面，它有遗传、继承的意思，意思就是说，它只是后裔的那个意义。那要记得，在以色列原本游牧习惯中，这个族长的产业、族长的财产，不是只有那些牛羊、那些财物，包括他的子孙、他的太太们。
加上 S 太太们、子孙们都是他的产业。在所有族长的产业里面，最重要的不是有那些财物，而是能够继承产业的继承人。所以你看像雅各、像那个以扫，一直在争夺长子的继承权，有没有？因为对他们来讲，这个是最重要的。还有很重要的，在以色列人的那个观念里面，没有像华人一样财去人安乐的说法。我们就反正那个一些钱呢，我们就消灾了事啊，然后呢，财去人安乐。很抱歉，在以色列的那个习惯里面，在他们的那个意识形态里面，没有这回事。谁抢了我的钱，我就加倍的要把它讨回来。各位，你们还记不记得亚伯拉罕他的侄儿罗德不是被5个王给抢了吗？所以亚伯拉罕说算了吧，那个财去人命留下来就好了，是这样子吗？不是他把家里的男丁点算了之后，发兵去把钱全部抢回来。所以以色列人这种游牧民族里面没有什么财去人安乐，谁抢我的产业，我就要把它抢回来。各位，以色列人最自豪的一件事是他们相信自己是属于耶和华的，是 choice people， 是耶和华的选民。既然耶和华拣选我们，他一定会保护，好好的款待自己的产业。各位，你们是不是耶和华的产业？是不是？是。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是不是耶和华的财产的一部分，我们是不是耶和华的继承人？是吧？大家说是。为什么？我们凭什么说我们是耶和华的继承人？很简单，因为我们坐在这个地方，是因为耶稣基督用他的生命，用他的宝血重价赎回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坐在这里是心敬畏谁？应该不是敬畏佛祖吧？不是敬畏三清道祖吧？我们敬畏谁？我们敬畏耶和华上帝。我们确实知道他不管什么状况都会爱我们，保守我们。现代人验血清要验什么？ DNA。 那我们跟上帝怎么验 DNA？ 上帝有鼻毛吗？上帝有头毛吗？或上帝用脚皮来给我们验 DNA？ 我们跟上帝怎么验？就是我们跟上帝之间有生命的交流联系，而且我们坐在这里所有的兄弟姐妹也有这种生命的交流，这种生命的分享跟交流就是我们的 DNA。 我们做上帝的产业到底好在哪里？是因为他必定如保护财产一样保护我们，也必定如同培养继承人一样来造就我们。我再讲一次，作为上帝的产业好在哪里？是他必如同保护财产一般保护我们，也必如同培养继承人一般来造就我们。圣经上说，耶和华他眼光看顾敬畏他的人，要救他们脱离死亡。在今天圣经这个新约圣经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保罗他有同样的教训。好，我们今天那个养琴姐帮我们念的那个腓立比书第1章，当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人在哪里？对，他在罗马坐牢。他不是在腓立比那个地方度假，他是在罗马坐牢。但是他并没有因此绝望，他反而更加喜乐地安慰腓立比的信徒，因为他听说了这些腓立比教会的人因为保罗被抓，好难过，正在忧愁，而同时教会也产生出了纷争。保罗怎么说的？保罗说：“感谢主，因为我被抓，所以抓我的人认识了上帝，对不对？我这么爱讲话的人，所以那个来抓我的人都被我让洗脑信了上帝。然后呢，我原来就很想去罗马，都没有机会去，结果我还可以到罗马去宣教，就好像说我终于有机会哦，今年1月份终于到加拿大去了哦，为了我的学生，我到加拿大去，其实是为了去玩。结果呢，我是以带教学生博士论文的那个理由去，然后我终于去加拿大了。保罗也说，我终于去了罗马了。原来一些信心不足的人也加添信心。这里面讲的是
那个罗马教会的人因此而加添信心的。哎呀，主为什么这么好？保罗赞叹呢，保罗欢喜耶，他被抓耶，但是呢，上帝为保罗预备看起来好像不顺，事实上却最适当的宣教环境。我们在生命里面有很多的不顺，也许我们认为不舒服，但是它可能正好是神给我们另外一种祝福的环境。所以保罗强调对不起，太快了。保罗强调，这个环境既然是上帝所预备，就必然有益处。在第12节跟第14节里面，我刚才讲过，保罗被抓，福音得兴旺，这代表他无论处在任何的环境，都能够积极的去寻找他所能做的事。就好像他在第4章11到13节，他怎么讲？来，我们一起来念一次。来，我在任何，来一起来，预备，来，我在任何的情况都可以知足，我知道如何主卑贱，也知道如何主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到秘诀。什么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各位，我们所遭遇到的环境，我们所遇到的事情，有的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计划，我们自己的图谋，也有是上帝的安排。就好像刚才牧师一开始所举的例子，同样一个客观的环境，不一样的心来解释，会有不一样的理解。刚刚牧师有讲一个例子哈，刚好师母也在这个地方。我在2000年到2005年那时候也在念神学院啊，那时候很斜杠。那时候我已经在真理大学教书了，我1998年就到真理大学，然后呢，那个时候也在台北中正教会实习啊。然后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刚好30几岁啊，不小心透露了年纪哈。好，所以我早上一早就必须6点多就起床，必须开车开到真理大学来教书，然后呢，傍晚回到教会去，住在教会的那个牧师馆来协助教会的事工。我们非常的认真凭良心讲，我真的非常认真。但是我们知道，只要教会有人的地方，就会有不一样的意见那我的师母她非常有 sensibility 她说：“老公，好像有人不喜欢我们呢。”各位，我想问一下，如果你认为你感觉到有人不喜欢你们，你会怎么跟他互动？会跟他吵架吗？会不会？会不会？不会啦。但是我想，我们也不会拿我们的热脸去贴人家的冷屁股。但是如果这样下来，我们跟那位对我们有意见的人关系会越来越亲密，还是越来越疏远？疏远。所以我就跟我的太太讲：“安娜达，sweet boy， 不是他，注意不是他不喜欢我们，是他不了解我们。客观的环境是他真的有在说我们的闲话，但我的理解是什么？他不了解各位，不了解就要怎么样？让他了解啊，对不对？所以每一次做完礼拜，我们在那个门口送客，送客怪怪的在门口跟人家道平安的时候，我跟别人就说：“平安，平安，平安，平安。”遇到了这位平安，吓死他了。他是不是有吓一跳？你看，哈哈哈，我把你吓死了然后每个礼拜的礼拜4，我只有半天的课，下午就回到教会来。然后呢，我跟我师母就手牵着手，我们去散步不，我们去探访会友。那位黄大哥就住在教会的附近，那我就会去他的那个楼下，叮咚叮咚，谁啊？蔡老师啦，你要干嘛？我要喝咖啡。我很不要脸说我要喝咖啡，因为他的冰滴咖啡超好喝。他每天在前一天就会去滴冰滴咖啡，然后冰在冰箱，我都知道，所以我要喝咖啡。那既然我已经说了，他也不好意思不开门嘛，对不对？我就上去，然后呢去说，有没有杏仁脆片？因为他的太太很会做杏仁脆片，所以我们就边喝咖啡边吃杏仁脆片，然后边跟他分享我该怎么样去建立教会。我对教会有什么负担？我对青少期有什么负担？我让他慢慢的理解我对教会的愿景。然后呢，他有一对儿女他的儿子那个于如他
他的太太有一次告诉我说：“蔡老师，我的儿子想要推甄中原电机啊，他知道我在大学教书，那是不是可以我帮他看一下他的那个推甄资料？”好啊，那看一看，跟他做一些建议。他还真的应该不是我的缘故啦，但是他会觉得说是我帮助他。他真的推甄到了中央电机，他的女儿隔年推甄到了那个实践辐射，不是辐射线的辐射，是服装设计。所以他们家他的太太，他跟我的关系，我们都慢慢调整。我的太太又讲说，老公，好像他不是那么讨厌我们了耶。你看嘛，我就说嘛，他不是不喜欢，而是什么？不了解。他现在了解了，他就会喜欢我们来继续。各位，这个叫做自我催眠。后来，当我2006年要离开中正教会，因为神学院毕业要受派了，我离开中正教会的时候，第一个到牧师馆来叮咚叮咚的人就是他。我一开门，蔡老师，你为什么离开？我对你不好吗？我的心里面 always 说，真的，一开始还真的不太好。各位，我跟这位黄大哥关系的转变，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把他的行为解释为不是不喜欢，而是不了解。我的观念决定了我跟他之间的关系。各位，同样的环境，用不一样的心来解释，所得到的结果就大大的不同。环境是上帝所预备的。他不喜欢我，他不了解我。我躺哪边？那个环境是上帝所预备的，但是解释环境是我们的工作。环境是上帝所预备的，但是我们来解释这个环境。各位，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广告，就是有一群人拿着牌子就站着，那个牌子上面写着：“这题你不是练习好几次，笨的喽。”请问这句话是责备还是鼓励？我再念一次：这题你不是练习好几次，笨的喽。好笨呐，有够讲的啦。请问这句话是骂人的还是赞美的？骂人的。但是哔一声，这些人全部重新起牌，字一个字都没没有跑掉。但是呢，他们的那个 order 换了，变成说。你不笨，是这题得练习好几次喽。字都是一样的字，但是它的排列组合意思有没有不一样？它就变成什么？你不笨，是这题得练习好几次喽。什么意思？是骂人的还是鼓励人的？各位，请问你们期待我们的下一代在什么样的氛围下成长？就是要加添他们的信心，给予积极的认知，来激发他们的生命力。这就是我们要准备的环境啊。其次，保罗说他可以身处于得救的盼望，是因为圣灵的同在以及圣徒的祷告。牧师刚刚讲过，保罗的处境好不好？具体的客观的处境好不好？不好。被抓，而且随时要被审判，但是他仍然有盼望，有喜乐。他相信我终究会自由，有没有？刚刚那个养琴姐念的，终究会自由，他终会得救。各位，想象我们是保罗，我们做得到吗？我们只要介绍那个法院传票，要吓死了，对不对？收那个法院传票，而且收到了那个什么那个交通规则，交通的那个什么，扣你钱，我们都气得要死，对不对？所以保罗，要是我们是保罗，我们能这样吗？很困难。他为什么做得到？因为他感受到了圣灵的同在，以及信徒的祷告。2个礼拜前，我让我的学生看一部影片，叫 Transformation， 叫做转化。这里面记载了4个城市因为圣灵动工来翻转的故事。包括那个哥伦比亚的卡里，非洲肯亚的 Cambo， 还有美国的 Hermiton 跟瓜地马拉的 Malonga， 这4个城市，有人说全世界得救了，这4个城市就不能得救，甚至像卡里城还会拿那个枪把牧师打死。但是呢，到最后，
上帝亲自展现与人、与社区、与土地和好的心肠。然后呢，这些教会，特别是卡里，他们的教会，城市里面的教会，每个礼拜要做8场礼拜，从礼拜6到礼拜天，总共做8场礼拜，才能够容纳所有的信徒。Why？ 为什么？我们基本上他们的原因就是祷告，全教会的人，全城市的人，大家迫切的祷告，上帝翻转了这个城市。我们该如何装备来迎接上帝复兴之火降临在我们淡水教会？我们不需要过分的哗众取宠，我们也不需要绞尽脑汁办什么活动来贿赂别人。我们要做什么？我们需要恒切的祷告。各位，预备好的环境，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大家要恒切的祷告。各位，你们有为的教会祷告吗？我一天到晚为了真理大学祷告，有时候想到真理大学我就好难过。但是我绝对相信上帝建立的这个学校，他一定要救赎这个学校。2013年到2018年，我担任学校的副校长、代理校长。我知道这个学校里面有很多的能量，有很多的可能性。我们需要上帝让我们有够智慧。我相信他一定会。我们缺乏的就是全校的老师一起祷告。我们爱我们的教会吗？如果爱的话，我们有没有常常为我们的教会提名祷告，为我们的牧师，我们将期待要来的牧师提名祷告？各位，我们为了下一代预备我们的教会，要有一个好的信仰造就，一个那个信仰造就的环境，所以我们要为我们的教会，为我们现在的事工恒切的祷告，要有真实信仰造就的祷告，要有真实信心的祷告，要有真实饶恕的祷告。当我们同心合一祷告的时候，上帝将开启天上的窗子，把希望跟自在赐给。我不晓得各位对于我们那个淡水教会的历史知道多少？我们总共有9位牧师。我们从马偕牧师之后，真正第一任牧师是钟天志牧师，第2任是汪忠诚牧师、郭宗荣牧师、赵新任牧师、郑宏辉牧师，一直到后来刚离开的郑牧师，9位牧师把我们的教会打造成一个不可取代的环境。所以我们在我们的教会成为北台湾基督教的指标。当我知道我被派到那个淡水教会的时候，其实有点害怕。因为我们的教会这么有历史，我们的教会这么样子的成为那个福音的指标我能够来这个地方有什么样子的信息可以分享？这代表什么？我们之前的前辈，我们之前的牧师们，我们所有过去的长辈们，为我们教会打造出了一个不可改变、不可取代的环境。也因此，生于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们也应该为自己、为我们的下一代预备一个环境。什么环境？一个不断有信仰、灵性造就，可以不断感恩的环境。因为有感恩，我们有不断可以感恩的快乐，有不断可以赞美的事实。所以牧师在这个地方提出一个挑战，请问我们是不是努力让神的主权、公义跟慈爱展现在我们生活的每一部分，包括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教会生活中？当我们跟别人介绍我是基督徒，我是基督徒，大家说 yes， 还是不像？我们有没有办法让人一眼认出你就是基督徒？有没有办法让别人说从前风闻有你，如今靠着你靠着我们来认识你？从前风闻有上帝，结果我从我们的那个主唱领唱身上看到了上帝，我从我们的养琴姐身上看到了上帝。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自信？我们是不是珍惜自己作为耶和华上帝所拣选的产业？也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名实相符？我们以这样的方式来自豪。我们是不是真正以充满盼望跟信心的态度来营造我们说的环境？所以我们说出来的话是不是都是造就的话？是不是都能够给人有信仰的勇气？还是我们一直在批评？我们是不是常常以祷告来感谢并兼顾我们从上帝所领受的环境，并继续为了我们的下一代预备下去呢？
也就是说，我们每一次祷告的时候，是不是真的提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团契、我们的事工来祷告？我们现在正在等待一位牧师，我们不是等待一个适合我们的牧师，而是要让我们的教会预备成一个适合任何牧师的教会。我们要预备的是我们的教会，我们要预备的是我们的心态，我们要预备的是我们已经成了一个很好的，随时可以让上帝所拣选的人来到我们当中，持续让我们的教会成为指标性教会的环境。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一直以身为淡水教会的信徒自豪，但是我们也知道，成为淡水教会的信徒，我们有我们的责任，我们要不断的建造我们的环境，成为展现上帝荣耀的地方，让所有的人因着我们的教会看见上帝你的荣耀跟见证。主，求你与我们同在，真的让我们所建造的符合你的旨意。这样祷告奉主之名求，阿们。好，牧师因为今天是带着那个任务来的，也就是为了来台南神学院奉献主日来报告。那刚刚我有说一个故事，我现在讲另外一个故事。我不讲台南神学院的内涵，因为我们从我们的那个这本都可以看得到。好，给我2分钟的时间。我在当兵的时候，我是在凤山中正预校当兵，我在那边当教官。哦，因为那时候已经拿到博士了，所以就直接是预官。那时候中正预校，你们都知道，里面毕业生都是要去念3军4校嘛，陆军官校、海军官校、空军官校跟政战学校。那我当时候管学生的时候很严格，如果说在座有我的同事都知道，我做事情还是蛮严格的，所以我的学生都叫我机车牌，机车都记起来，机车牌怎么机车？有时候那个早上他早点名的时候，不是我值班，不是我值星，我就开始检查他们的内务。这个不够，那个排的不够好，啪踢掉。然后呢，那个豆腐缺一块，就把它掀开来。所以很多学生回来之后就开始飙，开始骂，这是我机车牌。我的同梯的告诉我，维敏，你只是个义务役，你不是自愿役，你义务役，你干嘛这样子跟学生过不去？反正这些学生未来又不是你管。我跟他讲说，各位，那个同学，这些学生20年之后，他们将是部队的指挥官。20年之后，刚好那个时候我儿子刚出生，而20年之后，有可能我的儿子是他们带的。我不要我的儿子在个随随便便的长官手下，他的生命，他的那个什么那个当兵的那个规定受到了威胁，他的生命受到威胁。我期待我现在管好这些学生，因为他们以后就是我儿子的长官。我不是为了我自己的爽去掀他们的被子，我是期待未来他们能够有一个很好的那个发展之后，我才甘心把我的孩子交给他们，因为他们以后都是我孩子的指挥官。各位，我们现在为台南神学院奉献，我们不晓得他们培养出来的牧师，会不会是未来我们的牧师？但他很可能，有可能我们的孩子未来会离开我们，到别的地方去。有可能他们所遇到的牧师，就是台南神学院、台湾神学院、玉山神学院所培养出来的牧师。我们不是为了自己去奉献、去关心，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既然我们喜爱这个信仰，既然我们愿意做这个地方来接受这个信仰，我们也期待我们的下一代继承我们的信仰。也因此，我们应该要培养适合他们、能够造就他们的牧师。所以，我们要奉献，不只是为了我们自己。所以我很感动，我们的这些都是我们的那个淡江中学的学生吗？不是，淡江中学。你们有一个好牧师，哲道牧师嘛，明哲牧师，都知道，都想到另外一个大牧师去了，以后一定会成为大牧师的。明哲牧师，你们有很好的牧师，很好的关怀者在这边，我们也相信上帝会预备很好的牧师在我们当中。我们什么样子的关怀，会造就出什么样的神学院？什么样的神学院会培养出什么样的教会？会培养出什么样的牧师？而什么样的牧师会建造什么样子的教会？期待各位能够真的关心神学院的事工，谢谢。